嗯，平安，今天较晚吼，有较无闲啦。嗯，老师平安，平安一节，平安。哎，然后你听讲较冷，无咧，无感觉。差不多啦。这两天啊较凉啊，前礼拜较热。哦，未落。来，老师，我来睇。你好，平安。平安。我来摕目镜去。好，看无吧？看无不？因为你即话客客咧，歪啊。你无你规你规个，水拢入了啊。哦。
好，来，咱时间到，咱先来祈祷啦吼。慈悲疼痛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也阮伫加州是美国看到即个疫情的控制愈来愈稳定。阮为着安尼来献上感谢，也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遮的官员甲遮的医护人员第一线底提供服务的人，因伫你的恩典内底、保守内底，会通得到健康。阮将阮家己也交托伫你的手中，感谢你，互阮透过网络，搁一摆要来查考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帮赞，互阮明白你的教示。透过约翰面对初代教会的困难问题的时阵，主你也常款伫阮即个世代咧提醒阮，因就感谢靠主耶稣的性命，下面。好，今仔日是约翰一书结尾了吼，第5章。了约翰二书甲三书拢一章尔吼，咱无得甲后礼拜会当拢总甲伊讲完啦吼。伊迄个经文拢无介长，拢10几节尔尔吼。好，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吼，拢总21节。21节分做3段啦吼，分做3段。伫即个第1节开始吼，咱要看到差不多第12节即个所在，遐有较长的段落啦吼。了后上落尾是18到21节安尼啦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咱大概要来看伊今仔日约翰所要讲的代志吼。咱知影伫约翰一书伊一直咧强调就是上帝的特质啦吼。伊对上帝疼的角度来去说明讲，耶稣道成肉身是因为对上帝的疼开始的吼。即个差不多伊的主题吼，当然是要对抗当初时的异端，但是伊的主题拢威慑伫即个上帝的疼，上帝是疼即个主题内底。就咱前礼拜讲着讲，伫约翰一书第4章19节，即个是咱会通讲，差不多咱咧读约翰1、2、3书咧讲的中心的经文啦。伊讲咱疼，因为上帝疼咱吼，所以大概主题拢设伫即个中心点安尼啦吼。伊今仔日佫继续讲，咧讲着讲一个基督徒要爱称做是上帝生的儿女吼，是要安怎来做吼？大概是即个方向是第5章所咧讲的吼。伫即个第5章的开始的时阵，伊伫遐咧讲着信心啦吼，讲着信心，然后赢着世界吼，就是信心啦吼。好，我小可来读迄个经文咧讲的吼，伊拄开始伊讲，凡相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伊对安尼开始论啦吼。凡爱那生他的，就必爱那从他而生的吼。所以伊伫咧论即个观念啦吼。咱会当来赢即个世界，当然就是咱的信心啦吼。OK， 咱来思考就是讲，对上帝来生，伊是咧讲的是什么意思？对第1节啦吼，对上帝来生，其实就是亲像生，当然是对伫圣神的生。咱若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即个经文所咧讲的，叫一切相信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得到永生。即个永生就是顶头生的结果啦，吼，无至到灭亡，吼，会得到伫永生。这嘛是上帝找耶稣来降世的真重要的目的。伊毋是要定世间人的罪，是要叫人来因为伊来得救，吼。伫即个第1节的后壁，伊会对讲，所有个顶头生的人是对伫
这个疼来生啦。这个疼是啥物货？咱对两个角度来讲啊，吼，讲因为上帝疼世间人，就想赐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咱是对伫伊即个疼来生的啦。另外一个角度是咱搁较延伸出去，就是讲相信的人必须爱去爱生伊的上帝，就是必须爱对即个疼来出世啦。所以对疼来出世的人，若无疼的本质，你袂当讲你是一个疼的儿女啦，吼，袂当讲是上帝的儿女。伫约翰咧讲到意思是三书者吼，伊的中心点就是甲疼甲上帝画上等号，吼。伊足清楚的咧表达即个部分，就是讲上帝就是疼，所以咱若有疼，就表示咱是有对上帝来生，吼。这是伫即个所在的一个论点。伫第三节的中间，伊咧讲到讲，疼上帝的表现是要安怎表现呢？其实第二节跟第三节拢咧讲即个部分吼。像第二节伊讲，我们若爱神，并且遵行他的命令，就是讲咱就是爱去遵行伊的诫命。这是第二节跟第三节拢咧讲的。第二节讲一摆，第三节佮讲，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他的，更较清楚伫这个所在表达。所以上帝是疼，有疼这是对上帝生，过来就是爱遵守伊的诫命，伊的诫命是啥？就是疼的诫命，所以伫这个所在特别，约翰伫遮讲一句话，伫第三节伊讲。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他的，而且他的命令是不难遵守的。就是讲，耶稣借着耶稣基督互咱的这个新的诫命，无困难遵守啦。咱要想看觅讲，真正无困难吗？那真正无困难的时阵，约翰伫遮就免去强调这个部分，就是当作是人做了袂好势，基本上，伊的讲法就是讲，如果你若是真正对疼来出世的人，你着爱应该去实践这个部分。只要你愿意，这就无困难。较困难的就是讲，嘴讲较紧，但是要实践，就有一寡困难的部分啦，吼。伫遮咧讲第四节就接续吼。第三个第四中间，这个是逗点哦，毋是句点哦。所以讲，伊咧解说讲，遵守伊的命令毋是困难的，因为既然对上帝生的，拢得赢过世界。意思就讲，这个世界是无疼的世界。如果咱是对上帝来生的，就赢过这个无疼的世界。理论上就应该是安尼，直接就是等号。咱若对上帝来生，咱就赢过世界，所以咱就会有疼，咱就去遵守上帝爱咱去彼此相疼，互相相疼，疼上帝疼人的这个诫命，所以伫第四节真清楚，咱会当参考约翰一书第2章12节到14节，伊讲：小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到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经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这是第四节伊所咧讲的这个部分啦，这个部分伊才真重要一个观点伫遮，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就是伫第四节咧讲的世界，伫这个所在，约翰所咧强调恶者，就是咧讲的世界，这个世界。第五节就是讲，什么人会当赢过这个世界？什么人会当赢？就是遐会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所以伊悠远咧解决迄个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嘛是人子这个概念伫这个所在，所以意思是讲，对上帝来生有疼的人，遵守上帝的命令的人，这种的人就会当赢过世界。
就是讲赢过罪，也是讲赢过撒旦吼。第60开始有一个部分是较困难去了解的，就是伊讲到水甲火的问题。伫第60，伊讲那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吼，即句足重要啊！吼，即句足重要。耶稣基督做伙讲，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伊咧表明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这是分袂开的物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水甲火的意思，其实有几个无共款的角度会当去思考，嘛真困难去足清楚解说吼。但是咱会当对几个角度较清楚来看到伊咧讲的水甲火的意思。第一个角度就是讲，咧指耶稣的洗礼啦，水代表迄个洗礼吼，耶稣伫迄个约旦河内底洗礼吼。然后火是咧代表啥？伊的受难，伊钉伫十字架吼。所以咱注意甲看第60的第一句，那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伊咧讲到即两项物件，有水的洗礼，有火的牺牲，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吼，就是上帝的囝吼，耶稣基督吼，这是第一个角度啦吼。第二个角度，咱会当要看的是讲，伫耶稣基督拄则我会讲到即个名，伊做伙伫用咧反驳遐的人讲吼，基督是借着耶稣的身躯暂时踮伫遐。即个人的论点就是讲，当耶稣钉伫十字架了后，基督已经离开伊啊，吼，伊用迄句话讲，伊哩吼，就是讲，上帝啊上帝，你是安怎离我去？吼，迄个意思吼，伊伫遐，伊即个异端的讲法是安尼，这是第二个观点啦吼。再来就是讲，有学者认为讲，即个水甲火是新约的两个性礼啦。吼，水就是咱拄则咧讲的洗礼嘛，吼。啊，火是咧指啥？指圣餐啦。伊哥林多前书迄个保罗咧讲到圣餐的时阵，咧讲到即个杯是安那，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啊，咧指迄个圣餐吼。这有学者有种第二的角度吼，角度安尼啦吼。另外，有人认为讲，即个讲法就是甲约翰福音19章34节的经文咧讲到，有一个兵啊，罗马的兵举迄个枪来插伊的即个血液，啊，就有火甲水流出来。伊咧讲，伊讲这是咧讲遐的啦吼，讲迄个代志吼。有无共角度在看吼，啊，你注意啊看，伊这拢用圣经咧解说圣经。基本上袂介走精啦吼，虽然有无共款的角度，但是咱知影吼，差不多嘛是拢咧讲到耶稣受洗设立迄个洗礼，甲耶稣的受难，大概即两个即个焦点大概袂差介济安尼啦吼。好，咱来看第7节甲第8节，伫这个所在咧讲到律法的规定中间。爱有2、3个人做见证，吼，才会当去审判人的罪安尼吼。所以咱会当参考伫迄个申命记17章第6节的经文讲，爱凭着2、3个人的喙来做见证，来治迄个人的罪，也是讲迄个人的死罪吼。凭一个人讲的吼，袂当吼。咱讲这个会袂当做准则啦吼。19章，申命记19章第15节讲，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歹，袂当凭一个人的喙做见证，总是爱凭2、3个人去做见证，才会当定案啦吼。这是伫当时是迄个背景啊吼，伫当时是背景。但是伫这个所在呢，约翰伊要来强调耶稣吼甲基督的这两个身份，伊阁提出第3个证据。头前2个证据就是水甲火嘛，吼，水的洗礼，火的牺牲，佮来讲啥？讲圣神的见证，吼，这是伫第7节到第8节的中间咱所看到的，吼。
原来做见证的有3样，就是圣灵、水和血，这3样都是一致的。这是约翰伫遮咧证明耶稣基督一个是咱咧讲，毋是借着耶稣人的身体，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这个概念是有这3个做证。伊用这个，咱知影着约翰伊本身是犹太背景，所以伊嘛对旧约真了解，伊用这个来去解说啦。所以咱倒转来伫第7节讲，圣神是啥？圣神就是真理啦。圣神就是真理。这个第6节的落尾讲的是咧，圣神就是真理。强调圣神做证的效力。圣神是真理。真理是啥？伫原文的讲法是讲 logos， 就是 the word。所以圣神就是真理，圣神就是上帝。咱注意来看，伫这个所在，约翰福音咧讲三一上帝的概念是上清楚的一个福音书啦。伫这个所在，伊嘛差不多咧去讲着圣神上帝。咱知影 logos 道成肉身，伫约翰福音咧讲就是道就是上帝嘛。所以伫这个所在，其实用安尼的角度来看的时阵，伊嘛是咧讲圣神就是迄个上帝。而且搁咧表达另外一个角度咧表达这个三一上帝的概念伫这个所在。伫第10节的时阵，伊咧讲着讲，若无相信上帝的人是要安怎啦？伊讲你若无信上帝，还是讲无相信上帝的囝耶稣，无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囝，安尼的人，伊就是甲上帝当作白贼啦。所以真清楚啊。所以咱会通足清楚看见讲，约翰伫即个所在足清楚咧表达迄个圣神上帝的角度啦。第6节咧讲的嘛。圣神就是真理，真理就是 logos。logos 伫约翰福音讲的，这个就是道成肉身，道就是上帝。道来做见证，讲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囝。咱若准无相信，就是甲上帝当作讲白贼的。这是伫第10节足清楚咧讲的。所以安尼的人是无法度去得到永生嘛，因为照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讲，信的人才会当得到永生，未得到未报嘛。所以无信的人会安怎？就无法度入去啊。而且会得到无共款的性命啦。永生我想咱已经真清楚的，就是伫上帝的赏赐的这个重生国外的活命内底，得性命嘛是咧讲这个永生啦。这个永生毋是肉体的永生，这袂当去甲这个古早的真死王咧追求这种肉体迄个终生不老，这毋是这个物件。所以伫第11节、12节咧继续咧解说头前这个讲的物件。所以伊伫遮的重点就是讲，咱着爱去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囝。这个带领咱倒转来伫迄个彼得的信仰告白啦。伊甲耶稣讲，你就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这个是真重要。耶稣嘛讲，这要成做一个教会起造的基础石盘顶悬。OK。对第2个段落，对13节到17节，咱要看到讲照主旨意的人，会通来祈求，还是讲伊着听咱的祈求啦。这伫祈祷的角度，咱前礼拜伫礼拜日的中间分享的时阵，咱就讲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咱的祈祷。伫这所在讲。你的上帝的囝的名的人，伊讲写批互恁，恁才会是信上帝的囝的名。要爱知影恁家己已经有永生，这接续头前所咧讲的你相信你就有永生嘛伫这个所在就是讲，伊爱真清楚，才会信徒了解因所追求的是迄个国外基督。
所想事的永生。所以约翰伫遮咧讲，我写批互恁，是因为伊家己嘛有即个呼召，亲像迄个马太福音20章即个28章吼，我写毋对吼，18节到20节，伫即个所在咧讲的吼，咧大使命来听做伊甲因讲话写批的即个真重要的代志。过来伫使徒行传的经文内底，第1章吼，第7节到第8节，就讲爸并日囝的权柄所定着的即个时阵日子，毋是恁所知的。藉着圣神降临伫恁的心上，恁就要得到快乐。所以，咱会看到讲，即个大使命也是讲耶稣所交代因做的，伊就是遮安尼来写批甲因讲，即个福音所传的正确性。即个正确性，亲像耶稣伫即个大使命中间就讲，将我教示恁的，拢教示因来遵守。所以迄个正确性是约翰所得到真重要的呼召，嘛是奉主的名来做即项代志的。所有信的人嘛是奉主的名，耶稣基督来称做上帝的儿女。那安尼人就有永生吼。搁倒转来伫迄个13、14所咧讲的部分吼。伫14节咧讲，若准咱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祈求，伊就要听咱。这是大概这段13节到17节，这个中间较重要的一个思考角度啦吼。有真侪人咧讲吼，咱若奉主的名来求，真足侪人吼。特别是即个较灵恩的这信徒，伊定定会讲一句话，讲我奉主的名来宣告。也有真侪人咧甲咱讲吼，咱只要求吼，就会当得到啊，因为迄落圣经就安尼甲咱教示啊。但是咱咧作细字伫即个所在咧讲的吼，伊14节讲真清楚，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祈求的，伊就要听咱。求就要得到，敲门就甲你开门。迄个一个真重要条件是啥？是照上帝的旨意来祈求。所以咱会当倒转来看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祈祷，伊讲爸啊，若准会使，求你将这个杯刷走，但是毋通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OK， 这就是今仔日约翰所咧讲的。咱若是照上帝的旨意求，伊就要听咱的话。如果照上帝的旨意来祈求，咱会当用这个诗篇23篇，咱伫礼拜日会去讲到这个23篇的经文羊群甲牧者的关系。当羊群咧对顾羊的人咧行的时阵，就算是经过迄个死荫山谷真歹行的这个山坎仔，伊嘛无需要担忧，因为这个方向、这个旅程，拢是顺着主的意思，是奉主的名，主的确替咱担，的确替咱担，这是对大笔的诗篇咧讲的意思，伫这个所在讲，奉主的名求，顺主的旨意求，就啥物货拢会当得到。这个就是咱拄则一直咧强调的，就是讲，毋是照咱求啥物货，上帝就应允咱。那安尼是倒转来看迄个克西马尼园的祈祷，照入面来看，改成无照耶稣的祈求，将这个杯刷走嘛。但是后壁迄句真重要，是照你的旨意，毋是照我的旨意。这是伫这个14、15，伫这个所在所咧讲真清楚的一个方向。奉主的名求，这个奉主的名求就是照主的旨意来求，这是第14节甲15节伫这个所在咧讲所以咱讲阮所求的，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其实你祈祷了后，用即句话对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啦。你头前所求的，到底是毋是上帝的旨意？你爱做谨慎啦，爱做谨慎。所以上落尾才会当讲，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嘛。如果你头前求的毋是上帝的旨意，你用即句话时阵，你就是安那自欺欺人，对不对？所以伫这个所在，咧真清楚咧解说着迄个祈祷的一个角度，也是讲迄个重要性，来，咱进入看第16节啦，伊遐讲，若准有人看兄弟犯罪无抵到死的罪，就爱祈求啦，迄祈求的意思就是讲，照上帝的旨意来替伊求啦。上帝旨意是啥？是听啦，所以无抵到死的罪，为着兄弟来求，但是足侪人都爱学啥个法利赛人共款，足爱定人的罪，约翰伫即个所在来教导即个教会信徒，爱为着兄弟的罪来祈祷，第17节咧讲着，讲一切不义拢是罪，一切不义拢是罪，但是有诶是无抵到死的罪，所以为着兄弟来请求，迄是较重要诶，因为上帝是怜悯慈悲诶。咱搁倒转来迄个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17节咧讲啥？上帝会听迄个怜悯诶目的，毋是要来定罪，是要来安那赦免人诶罪，互人得到永生诶，所以用即个角度真清楚。约翰伫遮咧讲诶，讲毋好看到人伸上诶罪，你就先甲伊定罪，你爱先为着伊来祈求，为着伊来祈求安尼，马太福音12章31节到32节讲，所以我甲恁讲，人一切会罪甲亵渎的话，拢通赦免，独亵渎圣神袂通得到赦免。即个圣神咧讲啥？咧讲着借着圣神咧生的基督，咧讲着上帝。所以亵渎上帝的人是无法度得到赦免，其他的罪拢会通得到赦免。伫遮真清楚，咱前边我哪有去讲到即个部分啦，所以伫遮用马太福音12章31节32节的经文来甲即段经文来回应16节到17节遮，所以咱袂当滥散用上帝的名啦，上帝一定甲你安怎啦？上帝这我想这毋是咱所得到即个呼召所爱做的代志上老尾咧讲到偶像啦上老尾讲到偶像，当然咱知影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写作的地点伫倒位？就是以弗所。以弗所的前景甲今仔日台湾的亚妈祖是足共，所以伫遮伊伫遐来勉励因、提醒因，着爱来逃撇离开遮的偶像来遮的偶像。第18节伫遮伊咧讲着讲上帝的儿女的确无犯罪啦的确无犯罪。这甲迄个第3节咧讲着若遵守伊的命令即个遵守诫命就无困难啦。听伊的人遵守诫命就无困难。迄个意思其实是真拢共款啦伫遮咧讲着无犯罪，就是讲无甲世界共款，无甲伫即个撒旦共款。像主祷文咧讲无入伫刺无伫即个歹内底所以伫即个所在讲，当咱归属伫上帝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互咱救恩的时阵，咱就袂会犯罪啦。这毋是一个保证，是讲咱应当就袂犯罪。好，咱倒转来思考是讲，要安怎才会袂犯罪？一个对上帝的即个顶头生的人，就袂犯罪。约翰一书第3章第6节讲，既然住伫伊内底，就无犯罪，因为犯罪是袂捌看到伊啦所以咱若伫上帝内底的人，就袂犯罪，因为咱已经伫迄个救恩内底这是伫迄个教义顶悬的思考啦。过来就是讲，咱若伫上帝的保守的内面的人，就要互伊来甲咱固守，互咱来固守，互咱袂去入伫即个罪内面伫即个
18节开始，伊咧讲遮个部分，然后伫后壁伊咧讲着讲，即个歹诶袂当对伊来陷害，也是讲落害手安尼吼。所以照翻译讲，撒旦无法度来害伊啦。若有人伫基督诶内底，撒旦就无法度来害伊。咱会当用耶稣拄着诶试探诶情形来看，哦，耶稣拄着诶试探，耶稣拢用上帝诶话来抵抗撒旦诶试探，所以上帝诶话成做一个固守。哦，撒旦诶试探、撒旦诶挑战、撒旦诶引诱，伊讲你若甲我跪咧吼，则看会着拢你诶，哦。但是伫主内面诶人，好若亲像伫以弗所书，哦，咱会记得吼，以弗所是一个偶像真济诶所在，所以保罗嘛伫遐甲因讲，恁着爱穿啥物诶？穿上帝所赏赐互恁诶全副诶军装，就是咧讲即个部分啦。哦，所以倒来第18节咧开始讲，既若对上帝生着无犯罪，迄个意思伫遮啦，因为咱有上帝诶话，有上帝诶保守，咱有穿上帝互咱诶全副诶军装，所以咱就无需要担心即个撒旦也是讲歹来害咱啦，吼，来害咱。19节伊讲，我知咱是属伫上帝啦，吼。咱上帝是意思讲，咱知影咱的救恩对倒位来，咱知影咱的身份是啥物货，咱嘛知影咱家己的呼召是啥物货。亲像13节，约翰甲遮的信徒讲，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信上帝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约翰足清楚知影伊的呼召。伊到伫倒位，伊爱去做即项代志，而且伊坦然无惊啦，吼，伊无惊吼，毫无惧怕，吼。伫即个所在，伊勇敢来讲，抵挡遮的民间宗教的偶像，抵挡遮的异端，吼，伫遮作乱的人，等等遮的吼，所以伊真清楚伊家己的呼召，伊嘛看免信徒爱安尼啦，吼。20节，会讲着。基督已经来了吼。当然，伊这毋是直接讲基督，伊讲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其实伊咧对遮的异端咧抵挡咧解说吼。基督是啥？伊讲基督这个上帝囝来吼，是一个互咱会当有迄个悟性的悟性的吼。事实上吼，会当了解吼，毋是基督本身呢。咱来看约翰福音14章吼，耶稣伫遐咧讲着保惠师的时阵，伊哪讲？伊伫遐讲着讲，要找一个保惠师，要求上帝来找一个保惠师互咱，互咱会通安那？伫遮第26节遮，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句话，所以圣经真正咧讲的悟性、悟性是对圣神来，对圣神来。所以伫遮约翰其实伫讲的，我佫再强调，伊伫遐甲三一上帝的角度讲啊真清楚，基督就是圣神的气力所生的。是上帝的囝，所以你无法度去分啦，你无法度分啦，咱讲有圣囝伫的，就是表示有圣爸也伫的，圣神也伫的，有迄个悟性，有迄个悟性。你上落尾遮，咱会当看到讲有悟性，就是有上帝的智慧，有上帝的智慧的人，就是跟对上帝，就是伫基督内底。伫基督内底的人，就是甲迄个真神，就是20节的后壁，这一位就是真神，是永远的生命。佮讲着永生啊，咧讲着永生啊。上落尾伫遐21节讲，恁着爱保守家己来离开遮的偶像，毋通时咧想讲这都无要紧啦，然后比如讲。伫台湾一寡较传统的庄脚吼，
你看即摆赢妈祖诶人吼，我捌看迄个基督徒吼，嘛去对人去软脚骹呢，吼，伊讲安那啊，无要紧啦，迄也袂安怎啦，吼，我相信诶上帝吼比伊较大吼，我讲啊，你若是相信上帝比妈祖较大吼，啊，你是安怎去软脚骹？吼，所以伫即个所在，约翰就是伫遮咧提醒。你莫去甲遮的偶像敬拜去染杂，因为迄是撒旦的势力，是世界的势力，是一个引诱，是一个陷害的势力。吼，OK，好，安尼今仔日讲到遮。